瘦瘦教你喺屋企可以輕鬆打造直角肩、開肩、駁背嘅方法，解決圓肩問題，同時收緊手臂。呢個時候就拎出你嘅拉力帶，我喺淘寶買呢一款，通常我係會兩邊收緊2個圈。第一個動作係前後剪肩，如果你有富貴包、雙下巴，同埋成日肩頸不適嘅，呢個動作絕對幫到你。以下落嚟嘅動作建議每組做30次，每日做4至5組。第二個動作係平推，呢個動作主要係可以幫到你嘅胸部更加堅挺，同時打造直角肩。記得都要配合一呼一吸嘅節奏，記得你嘅腹部都要同我鎖實啊，保持穩定直立。第三個動作係左右側拉，呢個動作係可以練到你嘅手臂同埋你嘅背部。美女們如果中意着吊帶衫嘅話，練呢個動作係可以令到你成個背嘅形態都會更加靚，有巴拜肉同埋副乳嘅一定要練啊。第四個動作係高位下拉，如果你係斜方肌比較高，背部比較厚同埋脂肪比較多嘅話，多啲練呢個動作可以令到你成個背睇落去薄好多嘅。加油，我哋一齊擁有更加靚嘅體態啦！